生的有，这样了解吧？那个就是你先修的，把所有我们佛性的没有的东西都去掉了，已经先修了，然后那个已经成佛的来给你印可，就是印证，你可以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佛都讲，他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可是就是差一点什么？这个法太好了，太殊胜了，就把这个法抱住了，就是因为这一点那个仙佛都不给予受记了，还没有到，差一点点，这样了解吗？好像我们这个白石竿头不是顶点的嘛还要更进一步，对不对？我们都不敢画，因为白石竿头依赖那个竿头抓得还可以身体安稳。更进一步变空呢，我相机要调对吧？不敢晃不行所以你晃了，那个叫做刹那见前身，刹那之中你的那个整个法身都出现了，色身就还给天地，四大所有宏图还给天地了，全部呢都是法身。可是我们就是不敢放成就到最高的时候一点点都不敢放，没有依赖，我们已经依赖得很习惯了。所以我们出门看小孩子依附在大人身边他一定手紧抓着那个裙子去揪的妈妈的裙对不？揪甲条条，妈妈的裙头若无绑较矮的，就叫揪出来。还有4分钟，还有吗？还有，好，你问。刚刚讲的念佛圆通法，当下快要讲过去了，那是不是可以请刘讲师分析一下外面的念佛圆通法跟刘讲师刚刚讲的那个念佛圆通法，它的最主要差别性在哪里？好，请说。这个外面的那个念佛法门都叫我们有一个那个成佛的法号比如说这个观世音菩萨